生，生者，气之上升也。为神自之所使，民的气之上升，以应天行也。天之道下阶，德之道上升，故坤自从生，亦有为义也。坤之为民，本以象地，然不限于的义也。不曰地，而曰坤，由干之不名为天也。况六爻之卦，以别于三爻者，阴阳既分而合，所象亦由少而多，故名之坤。名其不景象的也。在气则曰阴阳，在卦则曰坤乾，在数则曰偶齐，在方则曰下上，以其名之不止于义也。故名坤卦之名，必先通其命名之意，名义一贯，而后可以示其辞矣。坤卦纯阴之象，大地之象，而在后天，以备生化之用，含变异之德。故卦虽纯阴，而未有奇偶，气有升降，有内外，有上下，有对偶，有往来，皆与干卦同，德备四类，用具六爻，万物所以滋生，五行所以滋化，故地载一切，而土主后天，水受五行，而阴沉生化，凡天之所生，皆成于地。凡干之所使，皆终于坤。凡物皆数力。扣不是那个扣，不是提手旁的扣，是扣手的扣，左边口。数见于中，故谓有口后天接边那个之数。口了，万有之本，不是提手旁的言扣，是天者必自得其。扣手的言扣，生者扣问的必自扣，陈述。言气口者必自字旁一请求。那个扣。言往者必自来后，故干之德皆见于坤，干之用皆明于坤。此天道自然，生化之理自治也。坤之象为干之变，分则变也。坤之气同干之源，使其源也。故坤之辞，皆自浅出，异而未异，变化使然，同而不同，始终所至。其辞切于物，明于情，变于类，招于形，而指其实际，归于本来，以示坤之德用，即以达干之德用也。故观坤之辞，必合前辞；是坤之象，必本前象，以二者相生相成，而后成天下之生成，同变同化，而后主天下之变化，非独一可以生成变化者也。后天以一阴一阳交合为道，六爻之卦，皆阴阳以合之象。八卦并列，乾坤行乎其中，非如先天之方位也。故坤卦辞皆主后天言，而先天在其内。以六爻之中有三爻卦也备六爻，也名是指定乃该十位，乃道兼主以降宾，乃有分别
到了层次跟教育的层次不一样，真理的层次跟教育的层次不一样。教育就像因指得月，因为手指头指向月亮，手指头的是教育的部分，月亮呢才是真理的部分。以其与前并行，而能成前也；以合前变化，而能偶前也。甘有选择，坤则实践；甘有张目，坤则四维。甘先而坤自之。现在念的声《易经》正式朗读，《易经》正式，《易经》啊，因为《易经》八卦的道理而已，花莲的电脑哎，然后智慧型手机哎，你看，然后云端硬碟，然后 AI 智慧机器人、无人机人，运用而有常，处内而知主，顺命而实行，如人之男女，物之雌雄，气之内外，道之西东，运河之巧，锯池之功，因升降而为妙用，欲来往而成交通，此坤之所具意。易经正是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易经正是。立聘马之争，君子有攸往，先民后德，主力。西南的朋，东北丧朋，安贞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坤卦彖辞，较前祥，以干之德，至坤而后昭著，干之用，至坤而后显明也。且义者，圣人明教者也。教为人立，故卦之德用以人民。人能行之成之，乃能昭著之，显明之。人不能行之成之，则虽有其德用，无有知之。以万物不自言，而天地不自称也。天地之德用，万物之生成，皆赖乎人之称言，而后昭著也，显明也。是无人类，则天地虚立，万物虚存；是无人道，则天地之现在已经12年一贯了，是中华民国90年代的，现在已经111年了，公元2022年了。故干之德用，形成于坤，而以于人，辞之义，存于人道，而见于人情。故吉凶福祸，在乎人事。2022年，2002是民国91年，现在已经111年了，2022年了，这个已经20年了。